早晨，好耐冇返廣州啦，依舊7點幾出發，大家都好精神啊！早餐必須嚟我中意嘅麥力度，楓糖鬆餅漢堡真係勁爆好食。老公食滑蛋炒雞，我都咬啖先。2個鐘頭車嚟到廣州市區，今日嚟花城湖 B1已經勁多嘢食，好多得意嘅手作底。呢度啲商場呢，基本上係連埋嘅，行幾步路就到 K11。呢度係完全另外一種格調，好有藝術嘅氣質，係另外一種嘅感覺，比較新同埋好舒服，有年輕活力時尚嘅感覺。點解行過嚟呢邊？因為要嚟呢間鹽涌塔新開嘅鹽麵包，特殊製法嘅牛角包排晒長龍，啱啱開門 Top 1 to 3已經賣晒。你中意嘅麵包叫哥哥仔幫你夾，乾淨衛生企理。天雨關係，連外賣都好體貼。哇，賣住超多麵包，有時覺得好搞笑。我中意食包，關你咩事呢？每個人有自己嘅喜好，哈哈。